踏入7月，又到書展嘅時間，又係各位靚模出招鬥銷量嘅時候啦。今年嘅參賽者有組合 Hunter 成員陶子津，舊年同樣都係組合 Hunter 成員嘅瑞瑞成為咗寫真女王啦。有瑞瑞教路 Chris 今次應該信心爆棚啦。不過寫真界元老黃蓉呢就未必咁易俾你過關啦噃。今年佢主力操肌，大推健美身形，仲有埋全裸演出，實力真係不容忽視噶。而其他參賽者呢，仲包括嚟自台灣嘅張永鑫、雞排妹鄭嘉純、本地姜 BGS 同埋柯嘉琪啊，不過當中最特別嘅咧，一定要數美魔女羅琳啦。3年前離婚，成為單親媽咪，自己一個養大3個仔仔。雖然面對逆境啊，但係仍然努力咁做好自己，更加半百高齡推出寫真集，以正能量鼓勵大家。嗱，今次羅琳就遠赴韓國拍攝寫真，仲請嚟韓星姜耀煥客串助陣添。而為求得到最好嘅效果，喺影相之前更加戒口推脂，谷出驚人健美線條啊！咁 Candy 今次投入7位數字成本製作初印版嘅3000本寫真集咧，未正式發售都已經被內部超額認購啦。佢仲話佢已經實現咗自己嘅夢想，所以今次呢一本會係佢人生第一本，亦都係最後一本寫真集啦。哇，咁珍貴，梗係要買翻本支持下啦！